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上帝的心意。主耶穌，馬太福音第1章21節，你要把伊號名叫耶穌，因為伊要將家己的百姓對罪惡來救出來。小偉對細漢都明白耶穌，但當伊長大後，被世界的誘惑吸引，慢慢會離開了教會。伊開始沉迷佇金錢、享受甲富有中，良心漸漸麻木，對罪也失去了敏感。直到人生遭遇失敗，伊回到厝內，母親提醒伊講：耶穌是來救你脫離罪。迄日暗暝，小偉跪落祈禱，求主赦免。耶穌會聽，閣一擺觸摸到伊的心，伊感覺到平安甲更新。對打以後，每日伊甲主親近，生命開始改變。主耶穌真感謝為人，伊的老母門徒甲朋友攏稱呼伊耶穌。不過，因可能無想過這個名有什麼意思。真濟基督徒也毋知影耶穌這個名字所包含的寶貴意義，就是伊要將家己的百姓對罪惡來救出來。真濟人知影耶穌死佇十字架頂，知影伊佇天頂為咱做中保，為咱祈禱祈求。不過，咱有無也想到，伊如今正佇咧天頂活着，並且逐日紀念咱，渴慕向咱顯現呢？伊渴慕咱每日攏將愛甲敬慕的心獻予伊。活着的主要親自向咱顯現，照着伊的大愛的能力，所清起咱愛犯罪的心，咱通過甲主單獨的交通，就望伊的拯救，會通脫離罪惡。咱的確帶着一切的罪，來到迄位聖潔永恆的救主耶穌基督面前，當伊甲咱三角交通，互相表白彼此的愛慕甲願望時，聖靈就佇咱的心內做工，互主會聽讚賞，並除去咱心中一切的罪。兄弟姊妹，互咱會曉每日甲主交通，從中找到幸福甲聖潔的奧秘。你的心會渴慕這一段祈禱的時間，將伊看作是一日中最好的時光。當你會曉逐日甲主單獨交通，你就會經歷到伊的同在，互你時時刻刻攏愛伊、服侍伊，並且行佇伊的道路上。通過這種不斷的緊密交通，你的確會通感受到一個真正聖潔的生命所帶來的力量。咱三甲來祈禱。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感謝你差遣你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，
毋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拯救世人。感謝你安尼聽我，照着耶穌為我的罪死，閣對罪來復我。如今能源活着，逐日扶持幫助我。天父，我承認家己有真濟軟弱，也常常受到罪的誘惑，但感謝你將無放棄我。你不但照着耶穌救贖我，也逐日用你的恩典救我脫離罪的權勢。天父，我願意將我的心完全交託予你，渴望每日甲你同行，活佇你的同在中。求你潔淨我的心，更新我的活命，吸引我更較親近你，更較親像你的愛主耶穌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，阿們。